因为大家还唔敢直接去谈死亡嘅相关议题，特别送礼服务认真，大家对社会变真。台前嘅灵异公司出现之后，他们讲究从事送礼服务认真，喊做灵异事。佢哋嘅工作内容包含個別水利規劃、安慰家屬嘅各種工作。現在變種管理條例修改，增加靈異事管理辦法之後，將靈異事資格變得很難用。對靠到熱級技術時，可能少20%以上2年嘅稅務經驗，將做喊做靈異事。就見規新武設的設備路向人車曲供了後，靈異師接對醫院送來嘅往生者，開始所有嘅父母事項。所民眾入6年嘅連水金，當其時聽嘅阿哥還有裸體強行入到民眾入，對接體開始包含安排個別些嘅流程，安慰家屬嘅情緒，最後係送禮父母年前嘅事。係講家屬就提出要求嘅事，做3萬去盡力做到。这个妹妹她非常喜欢这个所谓鸡蛋花，可是那时候刚好不是鸡蛋花的季节，那我就利用我下班的时间，我到各花市去寻找，几乎大台北的这个花市我都去找过了，那最终还是让我找到了。那我把这个鸡蛋花交到家属的手中的时候，虽然家属他当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言语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感动。嚟到送禮父母年節，往白按照做風水嘅，日子當年7到4係當站起嘅，往白冇半年充實變眾面，到現代社會風氣改變了後，就有靈異事嘅名。最近普100年7月實施嘅變眾條例管理條例呢度嘅靈異事管理辦法規定，而靠到熱級嘅技術師，而修改20屆變眾嘅相關學分，還我有實際工作經驗6年，將是按照靈異事。其實納入管理不是單純的管理，而是讓它的一個這個我們講的服務的水準提升。2013年開始我們就陸續在推所謂的禮儀師的制度，就一定規模的一個殯葬這個殯葬服務業，它必須要聘用一定額度的禮儀師。包含個別式的規劃，社會活力到相關的儀式，無相關宗教同族群的禮俗做法愛曉得。阿婆高興，甲阿媽係請禮儀社來負責。甲禮儀社負責其實冇上多，譬如像你個墓碑上嘅行業比一般吼，會寫該儒人呐，該其實佢個福隆人其實會寫什麼媽嘛，那習俗上其實有啲差異。無靠到靈異事，一般按照技術師就係專員，將會做盲人年嘅禮節項，用高家屬將年報連發列到寫，來疏解家屬嘅悲傷。讀到提出傳染病嘅時，描演練各種可能嘅情形，透過方面嘅訓練，愛動有基礎，照顧各種意外死亡嘅案件，佢對人生有個較深嘅感覺。像我們有處理過空難。那也有處理兇殺，人的生命就是其實很簡單就可以結束掉了，但是後面還要做的，像讓家人傷心等等都非常多，所以在生命這方面會看得比較覺得不能這麼草率。傳統嘅送禮父母年前係師傅傳師，人們體現嘅公司在有計劃培訓禮儀師，可以改變一般對民眾業嘅形象，無從往白按正起，係父母為主，之後3年入到呢個行業，不往白半年及從事禮儀師，及不太自家接受。靠新聞次榮尊劉文輝特別報道。